一摆双十节活动庆祝闹彩彩。全台湾英雄好汉功夫阵阵真厉害。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我是嘉豪，我是尚莹。今日真欢喜呢，由我嘉豪和尚莹继续带咱的台语台观众朋友呢，来到总统府头前，欣赏到这一年一届双十节的庆祝活动。因为呢，其实今年哦，这大会安排节目会讲哦，站头是正吧，也咧表演精彩啊，所以呢，其实已经活动等咧进行咯，是不是？咱请尚莹甲咱简单介绍讲，即摆目前咧表演的龙龙叫这歌声是啥物声音咧？好，对，今仔日咧头先拍头阵的呢，就是咱台湾太鼓协会吼。这太鼓协会是伫2007年的时阵成立，伊嘛特别为着今仔日这双十大典的活动呢，派出拢总8个团队哦，有100个人来到咱总统府头前这个广场，咱嘛当为因的乐曲当中咧，听到大家拢真熟悉的这个台湾歌，所以赶紧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对，咱请来观众朋友来摇看卖，确定啊，这内面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台湾民谣，咱做伙来欣赏。加上飞碟多层次的合奏，展现出现在热闹繁华的台湾景象。敌手们将迎接杯鼓手一起前进，向所有贵宾致上最高的欢迎和敬意。如同此次主题“鸿福齐天，旗鼓献瑞，全民同心，祝福国泰民安”。掌声感谢台湾太鼓协会所带来的精彩演出。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每年最惊时也最受瞩目的操演，那就是国防部联合乐队暨三军仪队。他们从7月起，每天就在这个真精彩。就是上呢，咱头拄才有先甲咱的观众朋友预告哦，就是讲在这个太鼓内面呢，又结合着咱的传统民谣。唔知咱的观众朋友敢有听出来，这就是四季红，还有一个月夜秋嘛，望春风，还有乌鸦花哦。主要其实四季望雨是这4条，要唔过咱头拄是有2条哦。2条吼，内面有2条安尼。啊，其实讲到这太鼓这个活动啊，会当讲是。在台湾，不管真侪大大细细吼，不管是学校，或者是讲这个乐龄吼，其实真侪人拢在学这拍这太鼓啦。是，这太鼓呢，其实伫日本话意思就是大鼓的意思，所以咱头拄伫这画面当中哦，会当看到各种无共款的这个大鼓。那这拍鼓呢，咱嘛会当看到吼，这个人呢，伊是结合着因的肢体的这个动作，也佮有这个鼓声吼，来展现一种用身体来讲话的艺术，就是等于讲，这当是一项舞蹈，同时嘛是一项音乐。对。也迄次是呢，咱在这个画面会当看到的是咱国防部联合各队开3军机队要来准备进场咯。这也是真侪观众朋友呢，在这个相信活动内面哦，讲特别一定爱看的啦。真侪人特别期待就是要来看这个。是，其实呢，这机队的这个操演哦，主要就是这双十台顶的重头戏。咱看这3军机队呢，其实因主要上界有名的就是因真厉害这个超强的技术啦，也佮有这队形的变化，就是为着要来传达这捍卫国家的决心，也佮有力量。而且呢，咱小等会当听到因这乐曲哦，除了是家己创作以外，嘛有真侪真有代表性的这个乐曲。亲像是咱去年的时阵呢，咱台湾野球是摕到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的世界冠军哦。所以因即届呢，咱等下会当看到这个机队呢，因嘛有做出这个拍野球的模样，甚至呢，也有这个棒球的应援曲，就是就一起，咱会当做回来欣赏。咱做回来欣赏。他们临时执行友邦元首访台典礼及国家重大庆典操演任务，并于各驻防点担任礼宾驻防勤务。礼宾交接仪式庄严肃穆，名闻海外，展现国军勤训经验的一面。李队长，海军中校李新忠报告，操演开始。操演开始。联合乐队以充满朝气且嘹亮的铜管作为开场。搭配着青春活力的主题旋律，为本次的联合操演揭开序幕。旗阵飘飘，旗海飞扬。现在通过队伍中央的是平均身高190公分，手持国旗、军旗、队旗的3军联合旗队。象征国军不畏艰难、奋勇迈进，秉持守护国家的坚毅决心。一队队员透过数个三角队形，融合与分进，彼此独立亦能协同作战，象征国军建军备战，强化国防自主，提升防卫作战效能，维持区域和平，并结合后备动员的力量。
驰援各项军事任务，象征国防能量坚不可摧，齐心建构坚实战力，捍卫国土无所畏惧。一队弟兄现在所排列的 X 字样，代表着无限希望，以步伐传递出坚定的信念，齐心必能战胜挑战，团结才能迈向荣耀，一同开创无限可能的未来。国军维护国土主权，坚守民主自由的精神。时时刻刻进行建军备战工作，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及守护人民与家园的坚定意志。现在演奏的乐曲是由示范乐队洪俊衍上尉所创作的《青春》。这首曲子以追寻理想为题，在青春岁月中不畏艰难，献身军旅的热血精神，在军旅生涯中绽放光芒，为国军注入活力，增添无限战力。我们勤训务实，锻铸精实战力，成就钢铁劲旅。我们义无反顾，昂首挺胸，承担使命，绝不退缩，勇往直前。大家现在所听到的是耳熟能详的军歌《豪情》。蔚蓝的天空坦荡心胸，灿烂的阳光炙热豪情。这首歌描写从军之心，坚定无畏。无论身在何处，我们无惧任何挑战，面对困难永不妥协。团结就是力量，坚定方能自强。国军严守岗位，秉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信念，努力战备战训本务，全面强化国防战力，实现美丽家园由我守护的决心。今年的操演组曲都是由示范乐队李玉川中士所编曲，特别挑选近年的国军军歌以及多首职棒应援歌曲组合而成，不仅展现军中艺文的软实力，更借由职棒的精神，传递热情、坚强以及无所畏惧的信仰。现场所听到的是由钟景妹所创作的《英雄好汉》，描写英雄来自四面八方，同甘共苦，将汗水化作荣耀，努力完成使命，携手共创国家璀璨的新世界。队员们透过武术方阵纵列队形的变化，以精确的交错走位，呈现出我们为国家所献上的国庆寿高。用最诚挚的心，一同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请给予这些参演人员最热烈的掌声。上半场的操演，以坚定的意志、精准的动作，展现出精实训练的成果。接下来，国军联合乐仪队将演奏多首职棒歌曲，凝聚全民向心力，
并搭配3军1队多元的操枪及队形变化，呈现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飨宴。敬请各位嘉宾拭目以待，请看操演。热血沸腾的中华职棒之歌响起，荣誉就在全国人民心中。将多年的青训经验，在世界的舞台上实现梦想，象征面对国家外部威胁的挑战，我们更要凝聚全民力量，强化整体防卫战力，守护家园，勇往直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队员们秉持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团结合作，牺牲小我，共同努力完成各项重要任务，继承了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更创造一队光荣的未来。国军是捍卫国家的前线，是守护家园的先锋。对国家，我们是以至诚；对人民，我们视如己出。用毅力实践军人使命，用热忱维护人民福祉。我们挺身而出，绝不懈怠，无惧挑战，守护和平。民主果实得来不易，我们应当饮水思源，不忘先前先烈所建立的稳固基石，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茁壮，传承建军使命，全力捍卫家园。现在大家所看到，队员们手持枪支为国造 M1式半自动步枪，加上刺刀重达6公斤。每一位队员都经过上千次的训练，才能在瞬间将沉重的枪支抛起，再精准接回。这不仅是考验操枪技巧，更是力量与纪律的极致展现。接下来操作科目为单手转枪16转。请给予他们最热情的掌声！协同合作，内外同心，没有个人，只有团队。我们是中华民国3军1队，一支汇集忠勇、忠义、忠诚军风的威仪部队。2024年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应援歌曲《就一起》，曲中展现棒球比赛团结合作的精神，同时
象征军民携手同心，共创坚不可摧的全民防卫堡垒，一同打造具有高应变能力的坚韧防线，体现守护国家人人有责的精神。随着音乐接近尾声，乐仪队的操演也即将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嘉宾热情的参与。国军乐仪队祝福全国同胞及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咱头拄仔看到这个国防部三军仪队，还有联合乐队所带来的表演哦。这个国防部联合乐队呢，因就是这个专业的军礼的这个部队，所以咱会当看到真侪这个操枪的动作啊，还有队形的变化，拢是真好看。还有因是对今年7月开始来训练的，其中呢，咱头拄仔观众朋友有看到这个三军联合机队哦，伫遮有一个资讯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吼，这亚机啊哦。主要因平均的身高拢是190公分，啊，就是讲190，就是190，就是讲今仔日会当安尼竞出来到这总统府头前来表演的哦，拢是这人民的，唔才有法度。就是竞过拢是人的，才有法度徛这个人民的位就对了。是，无对。所以这表演呢，主要就是要来呈现这种勇敢守护家园，还有保卫国家的精神。对无对，啊，其实事实上咱会当看到因拄则所操穿迄个枪啊，一支有6公斤重，而且呢，因表演是爱经过上千届的这个训练啊，咱讲吼台顶3分钟，台下跪主经，事实上要呈现在这个双十节活动顶头呢，会当完美的呈现出来。所以包含着讲，比如讲伊牙枪吼，16顿、16西吼，千万唔通落去，唔通闹高，所以拢爱经过吼真10天的这个训练，才都在这个广场吼呈现，互咱全国咱这民众来看，所以会当讲是真正是无简单。是，这回这个双十内底的这个表演活动咧，大人囡仔拢爱看的。除了头拄啊，这个三军甲机队了后以外呢，也佫有咱小等的吼，特别登场的这个表演，这是台中市新民高中所要带来的演出。对，咱咧台中新民中学呢，会当是讲咱中部地区呢，培育真侪这艺术相关人才这囡仔，所以会当讲是真拍拼，包含呢，因为参加到真侪剧团的这个实习。所以其实阮进前哦，这做演出的时阵，嘛捌含到这个新民高中吼，嘛捌合作过。啊，所以其实在这回双十节活动的时阵，新民高中所带来这个演出呢，是以 Formosa 台湾叫做一个意象。是，因主要就是以台湾做这个主角啊，因为咱台湾的是一个四面环海的这个岛屿，所以咱咱看到这个表演呢，主要就是要呈现这种岛屿的意象啊，要点出讲咱台湾的是以农业来立国，对一粒种子变做一张大树吼，要展现这种世代团团的精神。对，也既然拄仔上阳讲到吼，其实咱台湾啊，一个岛屿，咱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呢，较点要呈现出来吼，所以咱的观众朋友会当看到讲，其实内面呢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象，亲像有山有海，有这树啊，最后出现台湾。啊，究竟这在艺术上的这个表演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呈现？比如讲，亲像海啊、风啊，或者是树啊，最后台湾一个岛屿的呈现，要安怎甲伊呈现出来？用艺术的方式来邀请的观众朋友咱做伙来欣赏。欢迎他们带来的绽放。啊，其实事实上呢，在这个表演活动哦，其实咱头先讲到啊，其实吼，这个国家吼是一个想象共同体。有当时啊呢，咱认为讲哦，这个少年辈、老人辈，其实事实上，像拄啊上所讲的，有这个军人哦，代表讲，敢若是一个足威武的一种形象。事实上，在这个双十节活动内面呢，有硬的、毛嫩的、毛一款感情的部分，要呈现到咱的观众朋友。是咱头拄看到这军人哦，呈现的是一种威武的形象。即马咱所要看到的，在这新民高中的学生囡仔所带来的，想要表现的这种青春甲活力的意象。对，咱做伙来欣赏。
当海浪退去，大地苏醒，绿意自四方铺展而来，柔软却有力量。那是岛屿最温暖的怀抱——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播种，等待雨露与阳光。一束束金黄稻穗，凝结着农人的汗水与心愿。土地与人密不可分，正是这片绿地孕育出我们坚韧的灵魂。第二段，让我们一起走进沃土萌生、稻穗飘香的篇章。当土地滋养了生命，人与人之间也开始紧紧相连。一枝是个体，多枝组成了树干与枝芽。而当我们彼此交织，向天生长，一棵希望之树就此绽放。它代表我们不屈的信念，对未来的祝福，更象征着台湾人在风雨中昂首向光的观众朋友，咱今麦看到画面当中哦，另外一边呢，这是赖总统哦，伫咧咱总统府内底咧接待咱的外宾。今年呢，这外宾哦，包括着咱台湾的真侪这个友邦的贵宾哦，有巴拉圭共和国，也有圣露西亚，另外呢，也有贝里斯。加咱的友邦呢，嘛是趁着即个这双十台顶的活动哦，拢来到遮，要甲咱祝贺。此刻，一个熟悉的轮廓浮现眼前，那是我们的家园，那是台湾。这片岛屿不只是地理的疆域，更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共同记忆。从东海岸的晨曦，到西平原的稻浪，从中央山脉的巍峨到南北土地的热情，每一寸都承载着人民的坚韧与爱。
当台湾的形状在人群中被完整描绘，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岛屿，更是一颗跳动的心，将所有人紧紧相连。从海洋到土地，从农业到希望，每一段历程都刻画出台湾的轮廓。每一次舞动都是对土地最深的敬意。我们来自不同背景，拥有各自的故事，却在这座岛屿上融合为一。如今，我们将用身体，将用心，为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绽放光与荣耀。最终章，让我们携手呈现海陆交融，岛屿绽放。国会议员安纳森。国会议员高嘉。请大家掌声鼓励。谢谢他们所带来的精彩演出。接下来是来自南台湾屏东南荣国中行进乐队。管乐团成立于民国87年。来自这台中的新民高中这个表演艺术呢，会当讲是非常的精彩，展现到这青春活力。我要先来问相应啊，那讲到吼，这台湾意象，因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伊家己意象。那讲到日本，常常咱会想到讲，比如讲用富士山，那咱台湾你会想到啥物咧？那讲到台湾，我第一个头一个想到就是咱的护国神山。哦，护国神山，这是一个温馨的。温馨的山，除了这个温馨的山，你就讲到台湾，你有啥物款的想法甲概念？其实咱台湾哦，主要就是这海产是真有名啦，亲像咱台南的这沙巴鱼，这名声有影是通海外的。哦，你安尼这有机会伫咧推销台南，对。安尼我嘛要推销，阮英国的鱼仔嘛是介出名啦。对啦，对，阮英国的鱼仔介出名。啊，其实事实上诶，咱在这新民高中哦，对啊，这表演的艺术会当看到，其实有山啊，有海啊，有这潮啊吼，才会树啦吼。伊最后呢，又搁摕一个潮水来出现。其实咱台语有真侪话，甲这潮啊是有关系。人讲这8岁的潮啊头咧咧，表示讲咱一个人若是有18吼，伊其实是足谦虚的。你若讲吼这潮啊的潮水是无归就袂出水啦，吼就表示讲其实咱一个做田人认真打拼，才会当将这水啊收潮水甲整合出来，也代表讲咱台湾是一个农业的国家。是，咱头拄仔看到这新民高中哦，这学生囡仔的表演，有影是经过几若摆的这个练习，才有通有今仔日这款的成果。而且呢，要为大家后来补充一寡知识，就是讲，这新民高中哦，其实逐档呢拢会来推出这原创的台语舞台剧，而且呢，各大歌伊嘛定去表演哦，亲像伫个2019年啊，抑阁有准年，也就是2023年的时阵呢，伊嘛是代表咱台湾去到日本的名古屋来演出，抑阁有咱头拄仔吼，伫因的表演的尾啊，上尾啊，咱听到这学生囡仔用
画出一句口号，就是台湾国泰民安，也个有台湾顺利平安，就是为着要用这个台语文哦来表达出因心中对这台湾、对这个国家的感动。对，咱即马咱这个国家真正需要国泰民安，大家拢平安啦。对，所以平安顺遂真正是咱生活当中第一要义的代志。接下来要来看的是来自咱屏东的南洋国中行政管乐团。是这南洋国中的行政管乐团呢，因是伫87年的9月所成立的哦，是有拢总有180位这个团员。啊，因这国内外的比赛嘛是定定有得奖的哦，亲像去到香港啊。也是讲马来西亚拢摕到真济届的这个特优，这届呢，伫总统府的这回这个表演呢，是由因的校长来领军哦，也邀请到这前海军乐队的队长吼曾洪武老师来做指挥。啊，这回呢，因是经过半冬的训练，有影嘛是讲真辛苦啦，所以才通有今仔日这款的呈现。主要呢，今仔日这表演哦，因是以这庆典来做主题啦。讲到这庆典哦，伫这主题内底呢，因想要传达的就是讲对土地，也个对因在地，也就是这屏东的这个爱。对，那邀请咱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现在加入13位舞蹈同学，以稳健有力的步伐展现坚定意志，队形整齐划一，象征团结一致的精神，展现对土地的珍惜与彼此守护的心意，让观众感受到团结与希望的氛围。南荣国中以艺术启发智能为主旨，致力发展艺术社团。除了管乐，还有其他艺术社团，包含合唱、舞蹈、国乐、口琴艺术、鼓队等等，在屏东拥有最高比例的学生艺术人口。除了培养学生艺术涵养、调剂身心与激发潜能外，并希望缩短城乡差距，提升学生的文化水准。舞者们化身为花仙子，绽放独有的姿态与节奏，如春风拂过百花盛开的花园，象征多元的
存，展现所风采的同时，又相互呼应，传达出多元共融的生命力与希望。南荣舞蹈团成立于民国77年，由黄纯成老师、黄佑琪老师及林嘉欣老师指导，举凡团体组、个人组舞蹈竞赛都有优异成绩表现。期间培养出不少知名舞蹈学校的优秀人才。共融、文化共生的嘉年华盛会，展现台湾多元社会的包容与和谐。南荣行进乐队不止在国内赛事表现杰出，在国际赛中的纪录也不遑多让，曾多次参加香港、马来西亚的国际行进乐队大赛，荣获金质奖跟银质奖的殊荣。感谢屏东南荣国中行进乐队这群朝气蓬勃、训练有素的学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再次感谢屏东南荣国中所带来的精彩演出。哇！这屏东南营国中的这个行进管乐团变到非常的精彩。既然是用这个庆典做一个主题，我想要来请教双赢啊。讲到庆典这两字的时阵哦，你会想到啥物？其实若讲到庆典这两字吼，我头先所想到就是讲这个台湾这个岛外文化啦吼。亲像呢，咱台湾是真侪族群的一个国家吼，除了汉人族群以外，也阁有原住民族甚至也有
客家族群，也搁有这个新住民。所以若是到庆典的时阵，其实咱会当对真侪活动当中来看到这台湾的意象，亲像是一寡宫庙的这个庆典啊，也是讲一寡文化节啊，甚至音乐节等等，拢会当看到。对，安尼讲到庆典对我来讲哦，其实像今年这总统府啊，这个双色活动吼，这个主视觉伊是红色、白色、蓝色嘛。其实认真甲看，其实就是亲像咱平常时啊，伫咧办桌。大磅礴就是这个配色啦，所以感觉讲，一开始感觉讲，奇怪，这个配色哪会这熟悉？其实事实上，这就是咱台湾民间，甲咱生活非常接近的一个庆典的元素出现在这届的这个双色活动内面啊。那讲到这民间的这个庆典的这个色水的元素，其实嘛拄啊好，就是咱国旗的色水啦。所以咱头拄啊看到这南洋高中的学生囡仔吼，因穿的这个跳舞的人，这舞者呢，因穿的这个表演衫，嘛是同款有。拿的红的甲白的这个国旗的元素，另外刷落来咧，即马当咧表演的有观众朋友咱画面当中会当看到，即马当咧表演的就是新北市的总景歌节。这总景歌节呢，今年带来表演主题叫做台湾 Beat Up。这回呢，目睭较好的当算看嘛，因主要是有500个人来参加这届双十台顶的这个演出，有影是讲足济，也搁有因是结合着这个歌舞哦，也搁有仪队啊、大旗啊、各队等等，就是展现因的这个青春，也搁有这个活跳跳的活力。对，青春活力的这个高中生，邀请咱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我遐日愈生愈大拖，你动这甲别人脚帮将咱毋捌大他是在交接。台湾出过几个你知，爱为着文化付出，莫袂记你做对来。就是爱用心看，伊说的希望我将你是交互去，别人我大起大落，因拢爱比大小，天气一甲款你来骗你我比我好。阮将梦想顶边，咱用心行起，就算咱在万古深刻是平的，感情也是深的，咱做我是斗阵的身份才是真的，讲明的。行偏路的真多，我脚头有无好，我是惯讲真话，用我你好声耳仔来欠，莫家人嫌你拢莫叫我太苦，我是正港的台湾人。我着不是要去啥命。的隔壁角落的橱窗里，孤单的空气散落堆积。我就在这里，痴痴望着街景，唯一的兴趣靠着墙壁。远远看见你身影，有点着急，是不是在找东西？汗水夹杂着香气，向我靠近。只剩一步的距离，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我一见到你没有别的反应 ，Come and sit on me，Baby you make me so hot。
attention? Do I have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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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tion? Is you taking notes? 3, 2, 1. We about to go off, off, off. When the speakers go loud, loud, loud. Everybody turn up, up, up. It's about to go down, down, down. Make the whole room spin, spin, spin. Turn the bass up loud, loud, loud. We about to go in, and we can't stop now. New boyfriend is damn. Damn.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damn.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damn.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Do I have your attention? Damn.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damn.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damn.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Do I have your attention? I see what you're doing. I just need you to. Just how I like. We go dancing, I can feel you can get it tonight. But first you gotta make me say.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庄敬高职带来的表演。今天同学们借由舞步与鼓声共鸣，打造了一场融合现代创意与传统精神的视觉飨宴。谢谢你们的热情。今天国际畜牧暖场的每个表演团体，为了能够完美呈现，都用心练习了许久。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再一次感谢因带来精彩表演哦。其实咱头拄才看到这个高中生哦，大家表演啊，会当讲是非常的有活力吼。所以其实看因伫遐跳舞时阵哦，也想起着咱嘛青春过迄个时阵哦，骹骨真软 Q。尚英，你应过做高中生时拢伫咧无用啥物？其实我高中的时阵有参加校队哦，是跳有氧的啦，算讲跳一个健康。毋过其实学校内底吼，学校外口吼，甚至在台南市啊、全国嘛是有去比赛过，嘛有表演过，有影是真精彩的高中生活。对，我共款，我其实高中的时阵，慢慢有一段时间伫咧跳街舞。所以其实会当讲吼，其实跳舞是一个较好的运动啦。其实包含哦，在今仔日这个双十节活动哦，会当讲真侪表演，会当是到较后壁段时，会当讲是自头跳到尾。不管是这较少年辈，甚至呢银发族嘛，做伙来跳哦。所以当展现到其实在这双十节活动的时阵呢，是无分老港子，拢来展现到这个活力。这个活力也代表着咱台湾会当愈来愈好一种的概念安尼。是透过今仔日这双十内底的活动哦，咱会当看到这跳舞呢，舞蹈吼是大汉跳甲细汉，因主要就是要展现到，互大家看到这世代的传承吼，也佮有这新世代对咱这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宝岛的这个认同，也佮有因的热情。其实这双十节就是国家会庆祝国家的这个生日哦。不过呢，其实上大家感谢的也是咱台湾这个土地顶头所有的人员哦。若无大家付出呢，安尼就无今仔日这台湾这个宝岛的自由甲民主，也佮有欢迎的精彩。就是讲呢，咱希望讲大家呢会当透过今仔日这双十内底的活动呢，咱用感恩的心来看过去，嘛用勇敢的心来看未来。对，事实上你看，真侪代志咱冤家帮冤家，吼，那亲像花莲讲吼，这个帮山一个做大水了后，造成真严重的这个财产损失，还有性命的消失。不离个咱台湾人，大家是真勇敢、真有心，而且是互相疼惜。亲像这年假的时间啊，大家紧的刷挑举的物件在，互
哦，迄个下降仔，就赶紧走到这个华联国互伊甲斗相共。所以就算讲吼冤枉冤，但是咱拢是一家伙啊，一家人，在这个重要时刻会当互相来斗相共。希望讲呢，这个互相斗相挺、相挺的这个精神会当继续延续落去。是主要咧透过这天灾啊、救灾啊，还有今仔日这双十大典这庆祝活动后，咱拢会当看到台湾人其实真有迄份热情，还有这个团结的心意哦。那今仔日呢，小等呢，咱会当看到这国歌的这个领唱吼，等下是有2架这乌鹰的直升机哦，因会陪伴互伊这 CH-47的这个运输直升机哦，就是看到咱大北的国旗呢，小等下就会飞过咱的总统府头前吼。这个大北的这个国旗呢，是等于半个篮球场遐尔啊大，无大就看袂到，所以一定爱遐尔啊大才会当看到。另外呢，这飞行的这个速度呢，是差不多咱赛车这时速差不多是8到10公里左右，也就是讲，等于是你驶伫个快速道路顶悬迄款的速度，安尼毋知看会清看会明啦。所以呢，等下咱观众朋友就会当做伙来欣赏，还佫有今年的这国歌来领唱的这个主要的3个代表，有咱全国社会团体这公益贡献金质奖得奖的这个吴树梅，还佫有咱之前有讲到的这个咱台湾的这个土地族群，还佫有一个族群叫做新住民啦，还佫有来自这印尼的新住民，也是讲咱台湾新妇吼陈凯蒂，还佫有印尼的舞蹈家林彩妮，因要做伙来领唱。对，其实事实上呢，咱找找到无同款的族群，还佫有无同款社会人士来参加到这海的这个双十活动，做伙来成做一个领唱人。其实也代表讲，其实咱台湾有真侪多元的族群伫这个土地当中，也在这个土地当中呢，只要你肯愿意付出，为咱国家好，为咱家己好，其实呢，咱只要对这个国家有所认同，咱拢来当作是咱的台湾人，当作是咱的家己人。所以呢，在无共款，亲像当年无共款这个国家唱歌的这领唱人呢，拢会找找到无共款的这个族群的代表。所以在今年呢，也特别邀请到新住民来做一个领唱人，也代表着无共款的族群的融合。是，除了这新住民来领唱这国歌以外呢，也佫有咱这个中华的大村国小的合唱团吼，因嘛要甲这个新住民做伙来领唱，继续咱就来欣赏。114年国庆大会，大会开始，全体肃立。立正。主席，请就位。奏乐。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请主席、观礼台各位长官贵宾面向国旗。
国歌领唱人员行注目礼，屏障人员行举枪礼，其他与会人员行鞠躬礼。请脱帽，鞠躬，敬礼。再鞠躬，三鞠躬，礼毕。请复帽，主席请复位。各位长官贵宾，请坐下。主席致辞，恭请大会主席韩国瑜先生致辞。今天非常荣幸，再次站在这片青天白日之下，与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父老兄弟姐妹、尊敬的友邦嘉宾及身在世界各地依然心系中华民国的华侨同胞们，一起欢庆中华民国114岁的生日。让我们一起大声的祝福我们热爱的中华民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生日快乐！我们在此特别欢迎赖清德总统、萧美琴副总统、前总统陈水扁先生、前总统蔡英文女士、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及行政院团队、五院院长代表及重要的在野党的领袖，中国国民党朱立伦主席、台湾民众党黄国昌主席、亲民党宋楚瑜主席、立法院江启臣副院长、周万来秘书长及各位立法委员、各县市的县市长、议长，在场所有的热情的国人同胞，以及在电视机前线上关心中华民国国庆的国内外同胞好友们，一起在这里关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共襄盛举。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台湾人铭记在心的日子。每年此时此刻，双十国庆的旗海飘扬里，提醒着2300万同胞，我们台湾在中华民国的保护之下，历经了多少风云诡谲的危机与转折，才守住这一片天空海阔的自由圣地。过去60年来，台澎金马人民没有经过战火、饥荒与贫困，正是中华民国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加上所有同胞团结一心，形成了一道隔绝各种困难的金盾，保障了我们将近70年的安定与繁荣。不只是扬名国际的台积电、佛光山、慈济，不只是深耕奉献的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不只是运动场上每位拼搏的运动选手，不只是随时以命拼搏的国军弟兄，而是我们每一位爱国爱家的国人，每一位人在天涯海角，却永远心系中华民国的同胞，都是守护这片圣地的一股能量。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首歌，在每一年双十国庆，常常
都会唱诵。这首歌是费玉清先生的《国恩家庆》，我到现在依然记得，还可以唱上几句。这一句歌词每一次双十国庆，让人格外感动。我记得是这样唱：晴空万里，大地含笑，欢乐歌声响彻云霄。多少人流血流汗，大家才有今朝。这些流血流汗，谢谢，都是为了最后一句：家家欢庆，乐陶陶。今天，当我站在主席台上，重新唱起这首歌，我脑海里面浮出的画面，不只是眼前这一片旗海飘扬，而是最近通往花莲的公路上与车站上一波又一波的人海，提着工具，拎着袋子，放下一切，奔赴现场的铲子超人们。在此，国瑜要向每一位出钱出力、出手驰援最近受灾严重的中南部与花莲光复乡的朋友们致上最高的敬意。各位，就是这首《国恩家庆》里面的歌词所写的“齐奋起，负我河山，救我同胞”最佳写照。然而，我们也要反省，过去这一年，台湾需要修复的岂止是花莲光复乡？直到现在，同样水患、风灾受创严重的中南部乡下，到处依然艰难困苦的重建。股市已经涨破了26000点，但是大量的劳工朋友月薪不到31000块，高达120万。更不要说那些破坏环境、被光电板占用的破坏了我们的山林良田，黑心商人非法开挖的美浓大峡谷，被大罢免撕裂的台湾社会，被去中化所激化的战争激励，被意识形态所拖垮的能源政策，被关税谈判有可能要牺牲台湾的未来。以上所有这些无形的压力，是我们看不见，但是身为政治领袖、各界精英，我们要了解，这些隐形的堰塞湖，一旦溃堤，就足以让台湾形成灭顶的隐形堰塞湖。因此，迎来114年度中华民国，比我们想象中更要处境艰难。我们必须用最快的时间，将这些隐形的、极具威胁性的隐形堰塞湖改造成一座一座护国神山。我从小拜观世音菩萨，也拜妈祖，虔诚的佛教徒、道教徒。每次到庙里拜拜，永远看到庙门口8个字：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拜了几十年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反省，觉悟到，原来中华文化的宗教哲学充满了智慧。我们老祖宗早都用他们的智慧告诉我们：风调雨顺，看老天爷；国泰民安，要靠人，靠我们自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有的人民能否平安、幸福、快乐，天负责50%的责任，人也要负责50%的责任。因此，看看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披荆斩棘，到推翻满清、建设台湾，114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祖祖辈辈，
如同一代又一代赶往花莲的铲子超人，勤勤恳恳，修修补补，突破重重的困难与限制，克服各种挑战，再加上几十年来你、我、他，大家共同努力，加上百工百业、士农工商，才造就了今天国泰民安的宝岛台湾。为了守护台湾的国泰民安，除了饮水思源、努力奋起，更永远不能忘记居安思危。亲爱的国人同胞，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台海发生战争，我们也不能继续放任党派之间永无休止的恶斗。我们也希望对美国的关税谈判能够顺利。这3座隐形的烟腮湖，在影响台湾的未来。我们期待透过更进一步的国会改革，政党之间可能的合作，为2300万国人同胞谋求一个政治亲民、司法公正、用人为才、以民为先的全民政府。也期待在各位铲子超人相助与监督之下，大家一起来齐心努力，铲除、排除这3座隐形的威胁台湾的烟腮湖。只有到这一刻，我们才能高声唱出“家家欢乐，乐淘淘”。在这个极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想对国内2300万同胞、好友致上最高的谢意，更要向5湖4海、遍布海内外所有的侨胞朋友们，你们都是我们中华民国最亲的亲人。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之下，我们血脉相连，心手相连，欢迎各位侨胞朋友多回自己娘家看看，中华民国随时欢迎您。更感谢今天国庆大典各位幕后的工作伙伴，因为各位的心血与努力，才有了今天114年度双十盛事的光辉荣耀，让大家体会到举国同欢、国恩家庆的美好，再次找回我们创建中华民国最初的感动。最后，愿与大家共同再一次勉励4句话：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宝。在这里，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来祝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天佑中华民国，天佑台湾同胞，天佑海内外所有的好朋友。在此祝福大家中华万事如意，同时也跟大家一起，我来喊中华民国，大家喊生日快乐，好不好？中华民国，谢谢大家，谢谢。侨胞代表致辞。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很荣幸来介绍全球台商总会会长吴光仪侨务咨询委员。吴光仪侨胞代表为台湾台南人，现任行政院政务顾问及侨务咨询委员，担任世界台商会联合总会第31届总会长，以及美国金城银行
董事长。吴总会长长期从事出口以及五金的贸易，后来移居美国 Houston， 专注塑胶原料的批发。再后加入了金融系统，到金城银行，并担任董事长，带领了金融银行版图从休斯顿逐步拓展至全美国。吴光仪委员长不光是热心侨界的公益，积极支持非营利组织，并捐助教育奖学金，发起各种赈灾活动，积极推动侨胞与台湾各领域的沟通交流，并重视年轻世代的培养。不仅是杰出的台裔金融领袖，事实上也是一位求真诚待人，是我们侨界新生代所有华侨的楷模。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侨胞代表吴光仪咨询委员的致辞。敬爱的赖总统、夏副总统、大会主席韩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以及远道而来的全球侨胞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代表全球侨胞，在中华民国114年国庆大会上，向我们深爱的家乡致上最诚挚的祝福，恭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全国同胞健康平安、安居乐业。过去1年，台湾政府在坚强团队的领航下，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坚韧力量。2024年，我们有近3年来最亮眼的经济成长，达到年成长4.8%。展望2025年，虽然外部环境依然充满挑战与变数，但仍有信心能维持超过3% 的稳健成长。这么亮眼的成绩，源于台湾在科技及制造领域的领先及突破。AI 人工智慧、5G 通信网络、半导体产业与绿色能源技术，政府及企业持续推动产业创新与升级，让我们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继续闪耀，引领风骚。面对美中贸易摩擦、供应链重组、中国持续军事恫吓、全球区域冲突不断等局面，台湾会更积极深化与民主国家及伙伴的经济合作与民主价值联盟。为了因应最新的台美关税变局，我们更要推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并积极强化与欧洲各国的连结，持续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在最新的国际评比中，台湾的经济自由度排名全球第4，政治与公民自由指标在亚洲名列前茅，新闻自由甚至在亚洲第1。同时也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拥有自由市场与法治保障的卓越投资环境。今年台湾全国上下也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提升全民防卫意识与迅速应变能力。不论是面对外部持续的威胁与挑衅，还是内部渗透与统战，我们需时刻保持警觉，并且透过充分准备来达成避战，
才能守护台湾的和平与稳定。我常年旅居美国，作为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31届的总会长，见证全球台商的合作与力量，让台湾与世界链接同时，我们亦不断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与竞争力，争取国际上更多支持与友谊。就像李美侨胞近年自发性结合美国职棒大联盟举办台湾日活动，或所指 Team Taiwan 参与主流活动，将台湾文化带入国际体育舞台及深入主流社区，让侨青世代及国际友人认识台湾生活的民主及文化底蕴。台湾土地虽不大，却蕴含无比强大的力量。台湾人与 Taiwan is helping 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展现坚强且温暖的力量。当今国际情势诡谲多变，更需要我们集结力量，不分海内外，不分党派，携手团结，信赖政府，共同守护家园，让台湾世世代代永享自由民主、安居乐业与经济繁荣。最后，我谨代表全球侨胞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台湾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平安，台湾加油！谢谢大家。介绍友邦贵宾，请与会的来宾及长官共同欢迎友邦贵宾莅临会场。巴拉圭共和国拉多雷众议院议长 His Excellency Dr. Luis Latore Martinez,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of the Republic of Paraguay. 圣露西亚查尔斯总督伉俪 His Excellency Sir Cyril Errol Machalis Charles, Governor General of St. Lucia and First Lady Anisha Charles. Her Excellency Dame Flora Tsalam, Governor General of Belize and Mr. Daniel Mendez.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友邦贵宾的莅临。请大会主席代表全体与会人员，恭请总统莅临会场。国庆礼赞。
感谢糖宝宝大气乐团及彰化县大村国小合唱团为国庆大会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担任大会手语翻译的是李振辉老师与丁丽芬老师。总统莅临会场，敬礼！来宾请起立。各位贵宾，请坐下。恭请总统讲话。大会主席韩国瑜院长、萧美琴副总统、卓荣泰院长、贝里斯查弗拉总督伉俪、圣露西亚查尔斯总督伉俪、巴拉圭共和国众议院拉多雷议长、日本日华议员恳谈会古屋圭司会长、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庆贺团团长、各国驻台使节、海内外贵宾、现场以及收看电视和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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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中华民国国庆，每年我们都齐聚一堂，庆贺国家生日。但今年意义非凡，今年是台湾民主化历史性的一年。就在上个月9月10日，我们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台湾解严、解除天数，正式超越了令人窒息的戒严统治天数。这象征着台湾彻底挥别威权体制和阴霾，迎向民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不会忘记，不论是团结抵御侵略的血泪，还是前仆后继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实现主权在民的无私牺牲，那些曾经与这块土地交织的故事，都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历经千辛万苦所打造的民主台湾，正是台澎金马2300万人在这个世界最明确的定位。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灯塔，对仍然在威权统治下生活在黑暗中的每一个人，永远传递着希望的光芒。今年也是台湾崛起的一年，当前世界各国都遭遇剧烈的变化和挑战，台湾也不例外。除了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动荡，以及中国持续军事扩张，在经济与产业上，也有美国关税政策所带来的冲击。但台湾人民没有被击倒，反而创造了国际称羡的经济表现。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的报告，将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由3.3%大幅上调到5.1%，是亚洲4小龙第一名，也超越了中国。台湾除了出口金额持续创下新高，就业状况25年来最好，股市也连续6个月上涨，站上27301点的历史高点，台股市值更超过3兆美元，成为全球第8大股市。外汇存底也首度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纪录。在逆境中百折不挠，在挑战中越挫越勇，这些都是台湾人民的共同成就。请让我们为彼此大声喝彩。这些亮眼的经济成果，也是台湾半导体以及资通讯、电子零组件等相关产业带头所缔造的辉煌纪录。他们在全球供应链占有优势地位，是来自长期累积的技术及制造能力、独特的商业模式，配合政府科学园区等关键政策所汇聚而成。这是几十年来共同努力所淬炼出来的重大产业成就，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资产。身为总统，我的使命就是要守护这些宝贵的资产，运用它们来提升台湾乃至全球的产业及经济发展，为台湾人民及全世界创造更好的生活福祉，这也是台湾要走的方向。当然，我们也绝对不会忽略国际变局中各项艰巨的挑战，为不同产业、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族群所带来的风险。许多引领台湾经济发展的隐形冠军，传统产业和中小微企业，正面临数位与净零转型的压力。许多劳工朋友正在面对 AI 浪潮下，工作机会、薪资、物价与生活成本的担忧与不安。我们的农民朋友也正面临农村老化与市场开放的冲击。政府不会轻忽这些挑战对每一个民众所造成的冲击，全力协助传产、中小微企业、受薪家庭以及农渔民朋友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政府除了已经提出930亿元关税影响支持方案，将协助企业、劳工、农渔民朋友渡过难关，也将每年投入上百亿元，帮助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人工智慧，迈向数位净零升级转型来因应挑战。而针对传统的工具机、螺丝螺帽以及比较辛苦的个别产业，也会分别提出对策，积极协助提升竞争力，开拓市场。各位国人同胞，变动的年代也是机会的年代。台湾的经济表现，世界有目共睹。我们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既不可能被撼动，
更不可能被取代。面对变局，我们不能自我怀疑、举棋不定，而是要把握机会，展现自信，勇敢布局，不能固步自封，走回头路，要更积极进取地向世界前进。一个确定的台湾，将是不确定的世界一股重要而且可靠的稳定力量。未来，我们将采取3大策略，确保中华民国台湾的竞争优势。第一，扩大投资，深耕台湾。投资台湾3大方案成果丰硕，投资金额已经突破2.5兆元，创造超过16万个工作机会。行政院已经在7月通过将方案延长到2027年，不只扩大适用产业，放宽让全球海外台商与外国人投资企业适用。政府也持续优化投资环境，新增贷款额度7200亿元，招商引资加码投资台湾，预估可带来1.2兆资金与8万个工作机会。有好工作，也要有好生活。政府启动兆元投资国家发展方案，以公私协力的创新做法，鼓励民间充沛资金投入公共建设，扩大建设经费规模，在全国各县市同步推动水、电、居住、教育、医疗、文化、观光、交通等关键基础建设，满足区域民生娱乐所需，让产业发展与生活圈相辅相成，达到均衡台湾的目标。第二，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布局全球。今年，台湾和英国在提升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架构下，进一步签署了投资、数位贸易以及能源与净零排放等3项领域协议。这标志着台英经贸关系进入新的里程碑，展现双方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范的承诺，为彼此在科技和先进制造等战略性产业的合作奠定基础。未来，台湾也将秉持互利互惠原则，和更多友盟国家签署双边经贸合作协议，并且积极进行对美对等关税谈判，争取合理的税率，解决台美贸易逆差，以及深化台美产业合作，让台湾经济发展链接国际，大步向前。第三，打造护国群山，厚植台湾产业实力。因应数位化时代的来临，我们要推动 AI 新10大建设。除了让台湾成为全球前5大的算力中心，也要积极投入量子科技、矽光子与机器人等3大关键技术的研发，协助百工百业导入 AI 工具，并且推动 AI 在各领域的应用，让台湾迈向全面智慧化的时代，更继续在全球科技发展上站稳领先地位。我们也要打造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不仅仅留住台湾100兆资金，更要吸引国际资金投资台湾，促进金融产业发展，创造优质的工作机会，
壮大台湾。生技产业是国家关键产业，已经纳入国家希望工程，并朝向涵盖保健、预防、诊断、治疗、照护的精准健康方向发展，建构国家长远竞争力，以及增进全民健康福祉。而明年，国家感染性疾病资源库将完工，台湾会持续跟各国在生技领域加强合作，并借由政府编列100亿元预算的投资智慧医疗创新创业计划，鼓励更多企业投入创新研发，扩大投资，推动生医产业成为造园产业，打造另一座护国神山。各位国人同胞，台湾是全体台湾人的台湾，我们很清楚，在怎样亮眼的经济表现，都不能忽略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经济发展的果实应该为全民所共享，把好的数字变成好的日子，不遗漏任何一个人。因此，照顾国人健康，培育年轻人才，给青年世代更好的环境，让年轻家庭更有后盾，政府责无旁贷。今年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已经启动，除了全面提升医疗环境体系，也将提供全民更优质的健康照护服务。同时，运动部也正式成立，除了开创全民运动、竞技运动及职业运动的新纪元，也要让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得到国家充分的支持，在国际舞台上追求梦想，为国争光。此外，针对年轻世代的照顾，我们不仅推动高中职全面免学费，私立大专校院学生每年3.5万元学杂费补助，我们的青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支持15到30岁青年赴海外追梦，也已经上路。不止如此，租屋族政府每年有300亿元租金补贴，而单身租屋族年收入62.6万元，4口之家164.1万元，3代同堂212.45万元以下，都可以免缴综合所得税。年轻爸妈，我们也给更大的支持。除了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2.0，提高育儿津贴，增加托育补助，明年开始生育补助每一胎加码补助到10万元，长辈们也不用担心，明年长照3.0就要上路，政府会努力让所有长者获得更便利、更完善的照顾。让每一个国家的主人，无论是小孩、青年、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都能得到更好的照顾，更有自信地迎向未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今年也是2战终战80周年。2战历史因见不远，当年侵略者的野心造成生灵涂炭，而当前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国际秩序又遭遇严峻挑战。台海、东海、南海的区域秩序，乃至于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
都正受到严重的威胁。民主台湾是印太和平稳定的枢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致力维持现状，保护台海和平稳定，促进区域繁荣发展。我们也期待中国能体现大国的责任，停止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二战历史文件，并且放弃以武力及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共同维护印太和平稳定。回顾二战期间，我们都经历战争的苦难，被侵略的伤痛，应该汲取教训，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重演。二战的结果也告诉我们，侵略必败，团结必胜，和平必须靠实力。我要向国人和国际社会宣示，今年底将提出国防特别预算。明年度我们的国防预算按照北约标准将超过 GDP 3%，并且也会在2030年前达到 GDP 5%，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国防支出的增加，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有应对敌情威胁的明确必要，也是发展国防产业的动力。透过新的国防预算，我们要达成3大目标：第一，加速打造台湾之盾 T-Dome， 建构台湾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为台湾编织保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第二，加强引进结合高科技及 AI 技术，建构智慧化防御作战体系，发挥不对称战略的嚇阻效能。第三，持续投资国防创新工业，与先进国家军工产业合作，厚植国防与军工产业的实力，透过在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深化本土供应链。台湾可以加速产业升级，强化军备韧性，提升国防工业能量，进而成为有盟信赖的安全合作伙伴，共同排除红色供应链，为自由民主国家建立国防信任，一起建构守护自由民主价值的坚强防线。我们有决心透过实力维护和平，我们也深信实力不只要透过军力，也要透过全社会的韧性。过去1年，我们透过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努力，凝聚了政府与民间、中央与地方更强大的力量，并整合灾防与防卫，来强化军民之间的协作能力。我们也持续加强民力训练、能源、医疗、资通网络、金融等韧性，全面提升对各项危机的应变能力。我要强调，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需要每一分力量。上个月，我们发布了最新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内容涵盖各种天灾，甚至军事侵略等极端情境的应对策略。这本手册将逐步推广到家家户户，因为唯有全民参与、自助助人，
台湾才能够有更强大的韧性，因应各种挑战。各位国人同胞，过去1年，我们经历了种种挑战，但台湾人民从不放弃希望。每当危机来临，我们总是看到无数台湾人民无私地站在第一线，为自己心爱的国家奉献心力。就在上个月，有2个画面非常令人感动。一个是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许多海外侨胞自主集资发动募款，让纽约时代广场再度亮起让台湾参与团结会更好的广告，感动了世界各国往来的民众。另一个是在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后，成千上万穿着雨鞋、拿起铲子，不远千里驰去救援，只为让花莲受灾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的铲子超人。每一位铲子超人铲出的，不只是厚重的淤泥帮助灾民重返家园，也是一道道希望的光，温暖每一个人的心，更证明了台湾人在面对危机时拥有无比强大的韧性，有决心来守护自己的家园。现在，让我们一起感谢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救灾超人，感谢投入救灾的外国朋友，也感谢军警消。感谢中央和地方投入救灾工作的所有同仁们。这场自发性的全民运动，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也将让全世界的人记得，台湾那一个小小多山的国家，是何等的有爱心，是何等的伟大！未来，我将带领国家团结一心，无畏风雨，不怕挑战，勇敢向前，迈向更美好的明天。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中华民国台湾加油！谢谢大家，谢谢。主席恭请总统致贵宾席。头拄只总统赖清德伫咧致辞的时阵呢，又特别讲到吼，咱在今年9月时阵，是这个戒严的日子已经坐过这戒严的日子咯。这代表讲咱台湾呢行向这民主的时代，咱台湾呢会当脚步大花行向世界。也毋过呢，咱面对着咱台湾的，咱正做一个世界当中的台湾，也面对着这世界变化呢，面对着已经战几啊年的这个俄乌战争，而且呢，中国的这个军事威胁扩张，不时伫咧扰乱咱台湾，搁再面对着咱台美关税这部分呢，咱台湾到今呢犹原坚持条要徛正在，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对3.3%，已经进步到5.1%，而且在这个亚洲4尾0当中呢，咱台湾是排第1，甚至是赢过中国。咱台湾的这个出口率呢，也是愈来愈悬，而且咱台股呢是连续6个月拢称冠咯。咱台湾呢，在这个半导体啦、资通讯啦、电子零组
可惊这个产业伫咧带头，互咱的台湾经济成长会当是愈来愈好。大总统也特别强调讲呢，这个经济这样的好呢，这个重大产业拢是咱台湾人民共同的资产。不离个讲到这经济这样好以外呢，人讲吼有一好就配一摆，绝无两好来相排。咱台湾面对着这个各种的这个冲击呢，其实事实上咱的政府呢有种种的对策要来应对。亲像面对着这台美关税挑战呢，有930亿的关税支持方案，而且呢，总统呢也讲到要来提出着3大方案。头一个就是扩大投资亲近台湾，会投资咱台湾的各种的方案。另外呢，要来深化着咱台湾和国际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布局全世界。要来和国际呢，真侪国家来达成着合作上的这个目的，一定要协议，要来帮助咱台湾，会当在每一个世界呢，会当拢有台湾的形影，有台湾的产业来甲因斗相共，互咱台湾会当在这个世界当中合人来徛起。搁再来呢，要来强调就是讲，咱台湾唔但有一个台积电护国神山以外，要来打造是护国群山，要来协助呢，咱台湾的百工百业使用这 AI 来引导，互因的产业会当搁再进一步搁再推进。另外呢，在明年的时阵呢，要来完成着这感染性疾病资料库，要来加强咱台湾本身生技医疗方面的这部分，会当打造着更较侪的护国群山。帮助咱台湾，而且呢，总统也特别强调讲，伊要来照顾着无共款的世代，特别要来照顾着少年世代，就是学位减免，甚至是这个税厝啦，也搁有这个补贴，也搁有这个租金的补贴以外呢，要搁希望讲有无共款族群，加起来甚至会当免交税这个福利。是，除了咱头拄仔讲到的吼，台湾伫今年拄好是会这经过戒严甲改检一个真有纪念性的这个年度以外，今年同时嘛是二次世界大战80周年，这也代表吼，即马全球呢已经开始要真正来迎向民主啊。也毋过伫咧这个迎向民主的这当中呢，咱也是受到这威权扩张的这个侵害，也着影响到咱国际的秩序呢，即马有影是受到真大的挑战。另外，赖总统嘛有讲到讲，在台湾呢，因为地理这位置的关系，台湾是印太和平的大关键，也就是讲守护这台海和平稳定呢，已经真做是一个世界上的局势。伊也讲到吼，这侵略是必败，也若团结一定是必胜的，所以伊刷来就提出这个国防的3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要来起造台湾，成做一个盾牌。第二呢，就是要来引入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发展，要来继续发展咱的 AI。也搁有第三个这个目标呢，就是要来投资创新科技，希望讲透过这个科技的带动，也搁有咱 AI 的发展，会当互台湾成做一个真正的科技的宝岛。伊嘛讲到，一定要来排除红色供应链，透过咱台湾的实力来维护和平，建立咱台湾的防卫论性。因为伊讲，这台湾呢是台湾人的台湾，同时这台湾嘛是世界的台湾。这个宝岛呢，其实是真袂堪得咱来算长的。虽然讲咱对外有这军事甲外交的挑战，对内呢，即马也搁有一寡民生，也是讲这经济的议题是需要面对的。不过呢，大家安尼扶持相牵，做伙来拍拼，就亲像这回头拄仔赖总统嘛有讲到，花莲马太安溪的这个崩沙湖呢做水灾，有看到咱全台湾大大细细各行各业的这个超人呢，伊是同齐为灾区来送温暖。嘛，拄啊好这阵仔呢，连假有真济工，所以大家呢是安尼物件体力，就随去灾区来斗出力。那么，毋望讲吼，这份团结的心呢，会当安尼继续来延续落去。所以伫咧尾啊，这赖总统嘛有特别来感谢这中央甲地区各界的付出。
出，互全世界看到台湾。虽然讲知影伊是一个小小山真济国家，不过嘛希望讲大家拢爱做伙来加油，也讲到这中华民国一定爱继续加油，因为咱看到今仔日台湾当咧车赢，也代表明仔载咱的台湾会愈较厉害。对，其实真正吼，爱感谢这个志工，还有咱这个经销人员哦，这个大细来正做吼，一个咱上勇的目睭吼，来到这个灾区，甲大家斗相共，这个沙条超人啊，大家是无惜家己的性命吼，认真来拍拼来付出，拢是希望讲咱今仔日呢，由这个细细的所在吼，一个小地来看到吼，其实咱台湾讲台湾大无大，细无细，不过拢是有咱大家互相一个斗相共，互咱的台湾会当愈来愈好。是，接落咱继续来关心这画面当中哦，即马当咧入场的是这个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也佮有新北市政府的骑警队，因要做伙来入场吼。头段呢是一个尖刀车带5台重型机车，以时速5公里来通过观礼台。那即马呢，咱画面当中看到的是这骑警队，骑警队呢，伊是新北市政府培养出来，是伫咧民国92年的时阵成立，主要呢就是咧执行这巡逻啦，也是讲治安维护，也有犯罪宣导的这个任务。因要带领的就是即届的咱台湾的荣耀英雄，包括着这个谢大文，这个代表团，也有成都世运代表团，而且另外咱后的也有看到台中市中山国中棒球队，也有东园国小少棒队，咱继续来关心。请大家挥舞手的小国旗，用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向他们致敬。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还有跆拳道品势团体铜牌柯祥硕、黄义成，韵律体操铜牌选手及他们的教练，谢谢你们。接着出场的是成都世运代表团，勇夺5金6银4铜。在场上的是滑轮金牌刘巧熙，健力金牌得主江凯杰、杨森。超狂的女子拔河队除了勇夺金牌，更缔造6连霸的壮举。沙滩合球队同样抱回金牌。选手们，请向大家挥挥手，和现场的来宾们打个招呼。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健力银牌得主谢宗廷。别忘了，还有一路过关斩将，拿下银牌荣耀的女子垒球选手们以及他们的教练，请大家一起挥舞手中的小国旗，为这些选手们喝彩。期待他们未来继续再为国争光，加油！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我们的武术好手刘昌敏、张焕仪，还有轻艇龙舟室内合球的铜牌选手们也在场。你们都是我们心中真正的英雄，中华健儿的骄傲。最后，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献给所有的选手们，请大家为他们鼓鼓掌。让我们迎接令人骄傲的棒球冠军劲旅进场。台中市中山国中棒球队勇夺世界次青少棒冠军，台北市东园国小少棒队抱回睽违29年的威廉波特冠军。这些棒球小将以及他们的教练，用拼劲展现了台湾精神。一起喊出台湾 No.1， 给这些最棒的选手们及教练掌声。谢谢总统、总统夫人、副总统以及主席伉俪一起为英雄们喝彩。现在请长官们回座，继续欣赏后面的展演。再次以掌声感谢所有教练、选手与支持团队。接下来是由美和科技大学雄鹰仪队以及海军陆战队乐队携手带来创意有朝气的表演，真令人期待。那么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他们所带来的雄鹰凌空乐仪忠诚。现在进场的是美和科技大学雄鹰仪队以及驰名中外的海军陆战队乐队。大
跳舞山神山雄鹰，在排湾族及鲁凯族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说中，族人长眠后将化为百步蛇，而百步蛇年老后则会化为雄鹰，寓意着绵延不绝，时时刻刻都能传承守护族人。这象征着雄鹰一对顶天立地、不惧风雨、飒爽英姿的倒立之志，且又能以骁勇善战的姿态克服一切困难挑战。美和科技大学雄鹰仪队成立于民国112年，是一支年轻的学生仪队。我们以雄鹰为名，祈求队员勇敢坚韧，积极面对生命挑战，就像雄鹰一般坚持信念，不畏艰难，誓死护国护民。雄鹰永不停止飞翔。我们秉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态度，不断挑战自我，为每一次的演出全力以赴。雄鹰仪队刀起如风，枪舞如龙，步伐如山，气势如虹。雄鹰仪队光耀国庆。雄鹰的飞翔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展现，更是对未来世代的期许。在风雨中无畏前行，在烈日下翱翔天际，提醒着族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要记得自己的根。军陆战队军乐队成立于民国41年，平时除了各项战备演训、卫哨勤务外，负责南部地区各项军礼乐任务。在海军音乐会及嘉义管乐节，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不管是音乐会、行进乐到轻音乐的表演，都能完美驾驭，展现平时多样精实训练的成果。陆战乐队的队员都是从新训中心择优挑选出具有音乐素养的弟兄，在经过长达1年的训练，磨练体能与意志，使他们蜕变成长，才能成为正式队员，用怕苦不怕难。
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吹奏出气势磅礴的军乐魂，使部队斗志高昂。透过每一次的操演，奏出响彻云霄的乐音，传承陆战队勇猛剽悍的军风。官校生文武兼备，动静皆宜，一队可以雄壮威武，也可以活力动感。这就是美和 ROTC 的年轻与活力。我们以活泼的舞步融合勇猛刚强的枪法，展现出官校生的坚毅和灵活，发挥出无限的青春活泼。在这光辉国庆之日，雄鹰一队以整齐的队形与磅礴的气势，献上最真挚的敬意与最热血的演出。愿这份热情激励每一位青年勇敢逐梦，无惧护国。雄鹰一队的精神，如同展翅高飞的雄鹰，不惧挑战，不断突破。我们相信，只有不断精进，才能达到更高的标准，展现最佳的我们。我们的努力，相信您看见。克服困难，成就非凡，是我们不变的信念。精益求精，追求第一，是我们努力不懈的目标。今日，我们用热血与汗水向国家献上最真诚的祝福：青春无畏，信念不灭，中华民国，我们以你为荣。再次谢谢你们热血的演出。今年客家委员会以台湾 CMA 风 C 行为主题 ，CMA 为客语女孩之称。
风 C 一指尽情发挥，勇敢行动。咱头拄则看到非常精彩，河美科技大学雄鹰机队开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各队精彩表演。这其实事实上呢，因叫这个雄鹰呢，其实是有一个典故，就是相信呢，在这个原住民有一个传说。传说当中呢，若是讲这个伫咧大武山这个新山这个雄鹰传说哦，若是讲哦，这个人往生过后，因就变做是这个百步蛇。若这百步蛇呢，若到年老了后，就会化作是雄鹰。这代表讲呢，就是因这个族群呢，会当生世世拢互相守护掉的。是，因为咱即摆呢，伫咧舞台厅所看到的这表演呢，是由客家委员会所带来的表演。因是今年特别是以女性来做这表演的主要的元素，要结合着跳舞、唱歌，一个团结，甚至发音嘛等等，要来传达这客家的女性的这个意象，呈现女性的多元面貌吼。嘛要传达讲咧，这台湾的查某人呢，因嘛有自主创新、演艺也个真有韧性的这个特色。另外，咱嘛看到这个会当山顶档的这个舞台呢，伊所代表的就是一寡客家庄的这个山头，用这相丝啊、一个树啊等等的树啊，来代表这世代传承的信念，咱就做回来欣赏。以及陈冠良教练带领的客家女狮队，与象征智慧与力量女神的特技表演者共襄盛举。现在大家看到客家舞狮是来自高雄4位18岁的客家女青年狮队，从小钻研客家舞狮超过10年。地上的草席是客家舞狮的传统，一方草席，一方天地，金活不让须眉，共同守护美好家园，继承传统并融入新意，精彩诠释客家传艺风采。客家山歌是由竹东山歌王魏胜松的学生黄小瑜、黄品珍同学及客家戏曲演员吴代珍老师共同演出。接着将由客家天后杨淑玉为我们歌颂爱。手的放破给心跳，不能盼得撒给母猪。难对耶，可能就开始跳一弄边边，可能就归你自问自答。难对。事情，很勇敢你，开始给爱，一个事情，很勇敢你，开始给。感谢
接续将由金曲歌后柔敏带我们勇敢出发。愿望埋在教室右边数来的第3棵树下，每年叶子都会从那掉下来，砸中年轻的幻想。小脑之中泪水闪闪发光，牵着手走在操场的夕阳，在那出发，条前路弯弯巴巴呀强，后天拜你阳过依旧好在，来最终一看你手中发暗将在那出发，第一条路上嘅暗不呀，来手冲两条狗，送你回塘，在那出发，条前路弯弯巴巴呀强，后天拜你阳过去不在，莫非你土路冲着你海蒙蒙在那出发，第一条路上嘅暗不呀，你喊快過來，愛嘅總條狂愛嗎？接下来由金曲新锐邱淑婵与我们胸哈前行。愛到木碎，前世再見，一剎，讓松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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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朋友们，让我们与台湾 C 妹一起高唱唱歌。韓國火把，細人的眼多曬，韓國樹下，錯了嘅龍應該，很細啲呀，高上高下，唔知過嚟有幾多年，韓國細路變得愛認住，韓國天橋親像無人照顧，很細啲呀，高呀高住。幾多春夏秋冬，呢個冬啊是啊，呢個天氣，比你眼叫到一米嘅愛能的，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裡去，行黑路不假自相愛轉移。呢個冬啊是啊，都是給你，比你愛眼到一米嘅愛能的。不管行啊行到哪裡，不靠遠遠的心獨立，不靠遠遠的心獨立，不靠遠遠的心獨立。现场所舞动的大步慢，以传统槟榔染、蓝染等植物染意象，融入客家生活图腾设计，感谢文化底蕴。演唱者手中所持的传统灯笼，也是透过染布创新转化，绽放缤纷色彩。这是来自美浓的艺术家黄敏芳老师特别为本次国庆大典创作的作品。在刚刚
金曲歌后的对唱中，我们听见客家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情感与体悟，更看见客委会扶植艺术创作的精彩成果。在台湾这座舞台，每一位温暖、坚韧、勇敢逐梦的台湾姐妹，璀璨绽放，尽情展现风采，更带着台湾走向世界舞台，展现最温柔、最坚韧的力量，如同大地母亲的包容与呵护。杭沟火巴，杭沟司街。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最终都会回到这里，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的台湾，一起守护，一起壮大。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客委会带来的精彩演出。接下来由屏东原乡部落青年会与隶属文化发展中心的纳鹿湾乐舞剧团所共同带来的表演。拄则咱看到咱体委会所带来的精彩表演，所以其实在这段的表演内面呢，伊唔但有这表演艺术，有这传统戏剧、音乐以外呢，还佫融合到文学性。所以呢，伊用从这舞台结构呢，伊是对钟理和伊所描写的这月光山，还佫李桥所描写的油坡就是迄个芭蕉啦，这个芭蕉山，还佫有西头山、美浓的这个人力山，将这个客家族群、这个聚落，因将因的这个山的这个形影出现在这个舞台车顶头，而且有融合到传统的这个传统音乐、客家发音，这个比如讲亲像客家山歌子，这个歌曲呢，拢放在这个内面，会当展现到一个客家族群无同款的一个面貌加风格一个这表演内面。是，就亲像咱所知影的哦，这台湾的这个土地顶头是一个多元族群的这个国家。亲像咱头拄仔所看到这客家庄哦，客家人以外呢，即马刷落来要来表演的，就是这原住民族的表演，是由纳鲁湾这乐舞剧团所带来的表演哦。啊，因所要呈现的，就是讲这个排湾族哦，是用这个部落的仪式吼，透过这个仪式呢，族群吼、族人甲族人之间的建立因的关系，而且嘛用这口述来做约束，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础。因要呈现就是讲，这个部落的青年呢，对一个人变做一群人，对阮变到咱，要甲原住民迄种甲自然共存，而且也阁有敬天爱地这个精神，甲传达出来。Binatang bagi siapa itu paling guna. Binatang bagi siapa itu paling guna. Binatang bagi siapa itu paling guna. Binatang bagi siapa itu paling guna.
现在开始，我们要诉说我们在台湾居住的历史，并介绍我们的历史脉络。受限制于我们的服装，女性的舞蹈就要像风吹拂山岚、小米田以及现场的国旗一样，徐徐吹来，温暖每一个人。而现在为您介绍这3首男士们所唱的歌谣，则是我们族群的认同，以及关于植物的知识，以及我们的军事防御系统。Hare
大声唱出来，你作为人做了什么？面对困难，我不惧怕；面对外来文化，我有深沉的文化底蕴，保卫我的家园。拉瓦尔的舞蹈没有所谓的独舞，我们都是以双牵手作为彼此的基石，作为彼此的支柱。要勇敢，要善待所有的植物、动物。一个优秀的猎人要知道成为猎物，就像所佩戴的石菖蒲，在山崩或是溪涧当中，脚永远是最坚强的依靠，跟抓地力是最重要的呈现。永远要记得，你如何善待我们的大自然，善待我们的物种，它必丰富的回馈给我们人类。
今天由原住民族委员会率领纳鲁湾乐舞文化剧团，以及屏东原乡来自马家、北叶、嘉义、山河、德文、大社、山地、赛家、青山、口社及安坡等几个部落的青年会前来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的演出。接下来由桃园市教育局春晖志工搭配启英高中的学生带来的。咱头拄则所看到是这屏东原乡部落青年会金拿湾甲舞剧团所带来的精彩演出。其实事实上啊，这台湾啊内面是有分无共款的阶层，比如讲是贵族，伊是一个贵族的社会。所以呢，其实事实上在拄则这因的祈祷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会当听到讲哦，伊这解说官听见到原住民，其实伊是非常敬这个大自然的吼，包含讲因要使用这个大自然这个资源的时阵，伊拢爱来足到天地吼，啊，佮甲因的祖灵甲因通知，才会当来进行，比如讲拍拉啊，讲这个动作。而且伊也强调讲，其实伊在因的作文当中的是人和人之间是非常有牵连的吼，就是讲因真做一个人是一个部落内面的人，一个族群的人，所以是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大吧。所以在因这个表演啊，或者是讲因在解说当中，其实呈现出其实人是袂当孤单存在，所以是一个群居的一个生物的对啊，所以其实呢，除了呈现到其实因的社会这种形貌以外，也呈现到其实因对这个土地是非常尊敬甲疼爱的。是咱用嘉禾的话来所讲的，人甲人之间是有牵连的，也若这世代甲世代之间的嘛是有牵绊做伙。所落来这个表演呢，是咧桃园市启英高中吼，甲这市政府教育局的春晖志工做伙所带来的表演哦。这春晖志工呢，因是做大声吼，行头前展现这款和平啊、团结甲爱。也若咱即摆的观众朋友哦，会当听到的，就是因是用这传统的舞蹈呢，还佫有这真侪台湾歌来做一个配合，来配合出新的这个舞蹈、这个动作，来看到这个世代之间的这个交流。也佫有这启英高中哦，其实咱要小可小解者，就是这桃园市的启英高中呢，因是连续几啊档拢有摕到这全国学生舞蹈这比赛的特优奖哦。而且呢，等下咱嘛会当看到因是用这本土的这个 hip hop 的舞蹈，对因这个 hip hop 的舞蹈内底呢，嘛看到台语的元素，咱做回来欣赏。这一段的表演，启英高中的同学们展现出青春与活力，以前卫的本土嘻哈风格彰显台湾不畏逆境的勇气与骄傲。台湾味的嘻哈是不分年龄的音乐语言 ，Hip Hop 早已不只是西方的文化形式，它在这里能转化为更贴近土地、充满时代感的声音，一种带有浓厚台湾味的台语嘻哈风格。后来电能靠的本地，只靠土地爬起来，土地起手拍，我来管这，我来管那，上帝为其护卫，我嘛是地对，地家，我嘛是准备好背，我嘛是准备go。我嘛是地对，地家，我嘛是地对，我嘛是准备好背。本地文
阮做阵来去，看到得我一家己处理拢袂惊死，啊陪你情愿的，我一家己教阮上孝，阮阿为了查某囝，因知影谁上吊，为查某相拍起笑，哪有可能阮的马子真有风度，食啊晒你对阮家己啥物货嘛拢好，叫我帮忙我马上就做，我嘛是地对，地家，我嘛是准备好背，我嘛是准备叫。我才开始，我是上正港的台湾马子，特别我嘛会使，你讲去带就带你来。我听袂清楚，我就我大，啥物话无讲。人找你的麻烦，你找我的麻烦，因为我是你的马子，啥物话落使你，你有啥物代志，我一定甲你处理。你要讲办法交互咱家己管我的，无分你的。啥物话拢是阮的，这世界拢是马子的。一天过一天，我永远马子帮；一暗过一暗，我永远马子帮。我马子地对，地家，我马子准备好背。我马子准备叫。马子一定甲你听个底，马子一定甲你听个底，马子一定甲你听个底，马子。五下下五下，五下下五下。改编传统战舞，融合西方现代舞蹈，以当代编创方法展现原民热情与传统能量，以展现我国新旧世代融合以及文化共荣并存的包容性。就如同这首歌《这座城市让我们发光》的歌词写道：这座城市让我们发光，让世界知道我们的不一样。元素包含原民、汉人及新住民等，充分展现出我国族群与世代间共荣共生的精神与未来的展望。最后有120位春晖志工与高中学生共舞，编排成双十图腾，来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今仔日呢，在总统府头前的双十节活动呢，到这来总算要来吹摆咯。是，这摆这双十内底哦，除了是检视咱过去的历史吼，嘛对台湾的未来呢，有更较侪期待甲愿望。咱希望勇敢的台湾人呢，会当继续坚强来面对每一项挑战。看到今仔日台湾这么青呀，咱嘛相信明仔载的台湾会更较亮。
邀请咱的好朋友呢，每年同一个时间继续锁定咱公视台语台，也相信这现场转播活动。我是嘉豪，我是松阳，咱明年再相会。你即马收看的是公视台语台。妈妈，干嘛要这些啊？好巧。对呀，太快乐了。嘿，你咋跟你走众生变身，每个输要搞。霞北队中反攻。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